由於自閉症小朋友喺瞓覺前會有啲緊張或者焦慮，部分小朋友會成日出入房間，所以離開房間通行證可以幫到小朋友建立瞓覺常規，減少出入房間次數，等小朋友知道要謹慎使用，唔可以隨便使用藉口離開房間。家長需要注意點樣向小朋友表達使用守則。第一，需要設置合理嘅次數，設置每日瞓前1至2次嘅通行證。例如，今晚你有2次離開房間嘅機會，可以用嚟飲水或者去廁所。第二，設定通行證擺放位置，每晚上床前俾小朋友離開房間通行證。小朋友使用1次後，家長可以收回1張通行證，或者設置一個指定嘅收納空間，提醒小朋友使用後需要放返喺收納空間內。第三，提前完成睡前準備，小朋友上床前配合睡前時間表，提醒佢哋完成所有需要做嘅嘢，如刷牙、喝水、去廁所，以減少使用通行證的需求。第四，結合獎勵系統，如果小朋友冇用晒所有通行證或有遵守規則，可以給予小獎勵，鼓勵正向行為。第五，保持耐心同一致性，啱啱開始使用時，小朋友可能會測試規則嘅底線，家長需要堅持執行，避免因情況特殊而破壞規則。